本身是南关县出身的议员陈黄宇，上午的市政总质询，首先以着一支立为影响力新闻报道的影片，探讨两家地区人口流失的原因，而且以着壮年人口的抚养比，敢若是两家甲个关庙比就相差一大截。因此，议员建议应该趁着交通甲个地方的开发来做起。消失的华夏，没落的彩竹之乡，那你的整个最进步的县市来看的话，你第一支箭是以城乡的差距，那其实它这个几乎没落了。以前龙崎开始最好的时候，应该有超过9000人。那现在目前户籍在那3000人，实际上常住人口大概1000人，也就是说这个城市要没落了。城市人口急剧减少，但是台南市维持在185、86，我们很努力的这样子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未来随着科学园区或者学的其他的产业的兴盛，包括大新丰区的兴盛，未来龙崎不是台南的后花园，至少它可以作为大新丰区这样归仁、像仁德发展的后花园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人口就会聚了。其中议员以着干线公车甲市区公车比较。民众爱的是节省经费，不过伫个长照的交通接送，伫个县市合并前，甲伫合并后，就相差真济。会中市长回应，伫个中央的补助款，如果会用的恢复，将列为优先的补助以外，另外伫个个人的驾驶，除了体格检查，另外伫个认知功能的测验，议员嘛建议，是毋是会用利用台南的行动病院，或者是关怀的据点来做检验？无的确嘛是台湾的一种创举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